平時返工坐足10個鐘，你條腰係咪痛到就嚟斷？放假諗住北上揼骨鬆嚇，點知去到啲網紅 cheap 場，一入房陣煙味大到好似入咗煙灰缸，技師仲要牽埋做，係咪想爆粗呀？喂，如果你仲係懵成成，淨係睇邊間裝修靚就撲入去，隨時交智商稅。今日帶大家去三美亞朵 S 酒店上面呢間康悅假日。千祈唔好上網亂咁查官網，我話你知，直接去現場買美團 package 仲抵，平到笑。今日唔玩虛浮嘢，直接入房睇手勢。開始之前，你訂閱咗我 channel 未？快啲撳個 subscribe， 開埋小鈴鐺。如果唔係，下次你又中伏。你哋北上最驚遇到邊種技師？留言話我知。入到嚟，等我同你哋試下個環境。哇，索兩啖氣先正啊！乾爽冇煙味，呢度喺正酒店入面，全場禁煙，街邊 cheap 場嗰陣味真係冇得比。呢度個 layout 幾得意，食嘢嘅餐廳係1樓，足浴有2人、4人同6人房，想同 friend 打牌又有棋牌室，不過要另外俾錢。Spa 就有1至3人房，睇你幾多人嚟安排。如果你同另一半想2人世界，要好夠私隱，放心同前台講，佢哋會特登幫你安排隔開，包你同隔離台分開晒。話時話你同另一半去，會揀2人房定係分開玩？留言吹客水，再 share 呢條片俾你個 friend， 叫佢一齊嚟研究啊嚇！換好衫，同大家拆解成個流程。今日我試呢個100分鐘高級足療，一開始幫你按頭，再做腳部護理，然後用熱水浸腳。個師傅一開始按我頭同膊頭，哇！嗰種力真係入骨入肉，佢唔係亂咁死揼，而係用經絡手法，2-3下就發現我平時對電腦積到爆嘅痛位，慢慢同我柔鬆。最正係佢哋自己知道按摩膏，滲透力好強，好潤，但完全冇出面，劣質油嗰種油淋淋，按完個頭好似輕咗幾斤。各位同一樣坐到周身痛嘅 office 社畜，快啲留言打個1，話我知你條頸有幾痛，順便俾個 like 支持下。洗完腳，師傅叫我瞓低，正式同我揼背脊。平時最驚啲技師 Heron 做或者偷時間，呢度100分鐘實打實，冇花冇假。師傅隻手好定，手踭同手指關節一齊嚟，喺我條膀胱經上面狂按，一嘢壓落去，哇！深層到入心入肺，啲酸脹好似俾推土機一下下鏟走咁，上到成條氣順晒。用美團券買到呢種水準嘅手勢，真心抵，冇中伏。你哋平時揼骨最中意技師大力按邊度？條腰定膊頭？留言話我知，仲未訂閱我 channel 嘅朋友，快啲撳埋個掣，帶你睇更多良心推介。按完背脊，以為完未啊？好戲在後頭，最後呢，拍先係成個足療嘅高潮，拍骨。師傅叫我個人完全放鬆，變成一條死魚，然後佢一借力，咔咔咔幾聲，哇！我成條脊骨同全身大筋好似俾人拉翻直咁，嗰種由內到外嘅鬆，真係舒服到天靈，蓋都開埋，成個人浮下浮下咁輕。出面好多後生技師驚出事，唔敢同你拍，或者拍得好粗魯。呢度個師傅明顯係老手，力度啱啱好。你哋中唔中意拍骨，定係驚到縮？留言話我知，再 share 條片俾你個怕痛嘅 friend。如果你怕痛頂唔順足療咁大力，或者平時壓力大到瞓唔着，聽我講，呢個至尊睡眠芳香 SPA 就係你救星，直頭係社畜一物。一入 SPA 房，點着助眠香薰，成個 vibe 好靜，師傅推油嘅節奏慢好多，行深度溫柔路線，喺間靜到連針跌落地下都聽到嘅獨立房，聞住淡淡精油香，師傅順住你呼吸推背，真係可以將你啲壓力清走，舒服到你直接斷片瞓着。你哋平日會揀純按腳多，定係全身推油 SPA 多？留言話我知你嘅選擇，未訂閱嘅打工仔快啲點個訂閱，一齊對抗失眠。揼完骨，成身鬆晒，個肚實會咕嚕咕嚕叫，係時候落1樓餐廳醫肚。同你哋打定底，三美店雖然冇大型水會嗰種任食火鍋，但美團 package 包咗簡餐。老實講，味道唔好，有太大期望。我食完覺得不過不失，冇話好驚豔。但係呢碗厚切牛肉麵，啲牛肉件件厚切，份量幾有誠意，湯底都 OK。仲有即叫即整嘅煲仔飯，熱辣辣送上嚟，底真係有飯焦，用嚟填飽個肚，絕對合格。厚切牛肉麵 vs 煲仔飯，你哋會揀邊樣做回血晚餐？留言投票，再幫呢條片點個讚。食完正餐仲可以去生果吧台任食，味道都係中規中矩，但勝在粒粒新鮮，洗得乾淨，一路狂食，一路用房入面個大屏幕睇戲，呢種回本 feel 真係爽爆！想睇更多北上回本攻略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。不過比起嘢食，最令我欣賞、最想瘋狂俾讚嘅，其實係呢度嘅服務。
聽清楚，呢度係100%免貼士、免服務費，員工好主動但有分寸。師傅按完真心同你講聲辛苦晒，絕對唔會塞張單俾你，或者企喺門口暗示要貼士。呢種冇壓力嘅有尊嚴嘅體驗，先係高級場應有嘅格局。你哋平時最反感邊種強迫消費？留言大吐苦水，順便 share 呢條片俾你身邊驚俾人屈錢嘅朋友。好啦，今日三味康悅界嘅探店就到呢度，幫大家簡單 recap 下，成個流程好順，由按頭腳部護理到洗腳、躺低、按背，再到最後拍骨，全部實打實冇HEMA做冇偷時間，師傅手勢過關，環境清靜冇煙味。雖然餐食同生果味道中規中矩，但配埋美團個價錢，性價比真係抵到爛。如果你啱啱好呢個禮拜北上，想有個地方好好放鬆，呢度絕對係一個唔會中伏嘅良心選擇。你心目中滿分嘅按摩店係點？下一站想我去邊度幫你探店？留言話我知。最後未點讚、收藏、訂閱、分享嘅朋友，一次過撳晒佢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